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夢回養髮家琪姐。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下白髮養翻黑之後咧，仲要唔要保養？會唔會有依賴？今日咧一次過同大家講清楚。人主要仲生存住，頭皮咧就會不斷嘅新陳代謝。咁頭髮咧同身體係一樣嘅，每一分每一秒都需要營養嘅供給。所以咧，養黑之後咧，係一定要繼續保養嘅。原因其實好簡單，黑色素會不斷嘅流失，會持續補充，先會可以平衡供需。定時個護理咧，先可以圓滿白髮嘅再生。唔堅持保養咧，頭髮就會跟住代謝速度再次變白。想長期保持黑髮，後續保養絕對係唔可以少嘅。咁簡單嚟講咧，唔係有依賴，係身體一直會代謝，黑色素咧就會一直會流失，所以先需要長期嘅維護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